后来咱就说来看这出动画电影，片名叫做《中山魂》，是咧讲国父的故事，入围今年金马奖的最佳动画。结果讲这是中国出钱所拍的电影，但是伫影展的官网甲手册，拢表示是台湾的电影。李伟呼吁爱小心中国用文化统战来渗透台湾。穷追猛打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孙中山的故事今晚往那拍做电影咯。这个中山魂的影片已经入围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。这片放给华都是行动经理委放给上的查某囝。国大陆他们是不接受的。孙文跟蛇战斗那个，孙文怎么可以这么一点大？他们两个要一样高。所以修这个片段，我们修了4个月。不过，李伟发现《中山魂》这个影片是叫国台办认证组头一支历史伟人动画影片，背后的金主包括中国电影集团、甲江苏广电集团，这拢有中国官方的色彩，而且红介绍是台湾电影，这敢有可能会变作是统战的一部分呢？他们有种对台湾做这些统战渗透，他就不要搞这种小动作，扭扭捏捏，想要隐藏他们在背后出资的这一种真实。各类的文化一直兼容并蓄进来，这样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中华民国才会成长嘛。金马奖的竞委会向媒体表示，《中山魂》是由台湾公司报名，并不是用中国电影的名义报名。因原来无挑剔讲暗看，而且只要符合比赛规定，拢会当来报名金马奖。尊重执委会专业上的一个评选跟专业上的运作。咱记者伫一个进前，无多取得电影公司的回应。在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的这个时阵，咱甲对方合作的艺文作品，希望外界我特别关心。